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0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7篇，约珥书第3章17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21章第28节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：你愿意吗？伫昨咱有提到到上帝的羊群，是毋是会当对着各样的人，到伫即个通安息的水边，以及即个青翠的草埔，是爱看羊群中间是毋是有愿意即个来军队耶稣。也是各样的人，就亲像迄个失迷的羊，譬如中间的迷羊共款，真可能就无法度进入各样的人所带领迄个草皮甲水边。咱咧讲的应允之地，要进入应允之地，就爱看你甲我是毋是愿意，因为各样的人。上帝，伊犹原继续在带领，继续在进前。咱要问讲，你对有对啊无？用你先知安尼讲，上帝以色列啦，上帝讲以色列啦，迄个时阵你就知我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住伫我的圣山锡安。耶路撒冷将要成做圣城，外族的人袂话过来征服伊。到伫迄时，满山遍野的新酒要冲出来，山岭、这山坡、牛铃要流，犹大的溪水要串流袂停，有一条水泉。要对上帝的圣殿流出来，灌压伫十顶谷。埃及将要变成做趴园的所在，以东要做趴园，因为因捌犹大是仆流了无辜的人的血，但是犹大永远有人要徛起，耶路撒冷代代。拢真委屈。耶稣基督的譬如中间提到着两个囝，即咱比较较熟悉，应该是浪子的譬如。伫浪子的譬如受到呼召的是大汉囝，老爸伫浪子倒转来开设宴席了后，就到外面。去邀请大汉囝来进入这个宴席，但是大汉囝却无愿意进入伫这个宴席。另外有一个关于两个囝的譬如，就是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，故事的结局以及结局就是。甲即个浪子的譬如完全无同款。今仔日即个故事的两个囝拢受到老爸呼召。即个大汉囝呢，先拒绝老爸呼召；细汉囝呢，一听到了就是好好好好。结果原本拒绝老爸大汉囝，却伫事后后悔。就去到伫葡萄园来工作，但是迄个规喙拢讲好好好无问题的细汉囝，却是相反后悔讲好要去葡萄园工作，却根本都无去。或者咱应该爱解释，即个细汉囝根本就是迄种喙真甜。心内违抗的个性，习惯凊彩答应，但是一点也无注意。
根本都无计划要实践家己的成立。圣经甲咱讲，耶稣佮讲，另外有一个譬如，我想要知恁的看法。某一个人有2个囝，伊对老大的讲：“囝，今仔日去到伫泡汤园工作吧。”伊回答：“我无要去。”但是了后，伊就改变了主意，就去啊。老爸也对第二个讲相款的话，第二个就回答讲：“好啊，爸爸，我去啊。”但是伊并无去。耶稣讲，这个譬如上主要的是要来提醒门徒，着爱遵行上帝旨意，甚至就是讲爱会实践。伫问了后，讲这个譬如了后，耶稣就问门徒讲：这2个囝究竟倒一个遵照着老爸的意思呢？因讲：迄个大汉囝。耶稣讲：我心中来甲恁讲，扣税甲娼妓拢要比恁较早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因为洗礼约翰来啊，伊指示你应该行的正路，但是你无信伊。但是遐会扣税甲娼妓颠倒信伊啊，恁看见却无有改变心意，还佫是毋信伊。愿意的人为改变心意来反倒转。愿意的话，就会通得到救恩，就会通进入伫应允。但是若准是规喙讲啊真好听，却无有行动，就会亲像雅各书第2章14节到17节所讲的。伊讲：我的兄弟姊妹啊，如果有人讲伊有信心，却无用伊的行为来证明出来，有甚物路用呢？迄个信心会当救伊吗？恁中间有兄弟或者是姊妹无通穿、无通食，恁却对伊讲平安啊，平安啊，愿恁穿会少，食会饱，却无要降给因所需要的，那安尼有甚物路用呢？相款，信心若是无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跟对伊，照着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基督拢是安尼来呼召门徒跟对伊。其中记载有一个人甲耶稣基督讲：互我先倒转去埋葬我的老爸。耶稣就甲伊讲：互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基本上，这个人甲今仔日经文中间所讲的细汉囝是同款的。伊无有意愿来跟对耶稣，却徛家己厝里。咱咧讲的健康老人当做这个借口。今仔日耶稣基督嘛咧呼召咱来跟对伊，咱是毋是愿意呢？咱要爱安怎来回应呢？无有委身，只有想要行家己的路，无有门徒的军队。只有想要来主导，无有谦卑，却只有看到家己的咬。规喙好听，却毋是真心实意。无训练，就想要来掌握大权。怎样做才是真心实意回应主的呼召呢？怎样才是跟对主的脚步呢？
你是毋是真真正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？诗篇87篇，上主伫圣山起造家己的城，上主喜爱锡安的城门，赢过以色列隆重徛起的所在。上帝的城，遐会通夸耀的代志是指你所讲的。我要将埃及甲巴比伦列入伫捌我的民族的内面。看菲利斯、泰尔、古实，因逐个拢伫遮出世。关系锡安，人要讲，即个、迄个，拢伫遮出世。至悬的亲身要互锡安永远坚固。上主召集万族来登记的时，伊会记录讲，即个人出世伫遮。唱歌的、跳舞的拢讲，锡安是我福气的源头。愿上帝协助阮决志服侍，不但喙承认。搁较会通帮赞，阮对心底愿意来真心服侍，见证主的名。祈祷感谢奉主圣名，阿们。